谢谢平安。平安。咱爱时阵啊，孝顺上帝恩典，伊日日的引带咱。虽然有风险有艰难，但是伊拢甲咱三角做伴，烦恼要真做祝福。咱要来开咱的心门，来领受上帝赐福气甲平安，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天白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地做伴。咱着孝顺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的艰难变真欢喜，烦恼变福气。一定甲因带，互咱稳定路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归声一声，无地白拢总三角欢喜，地白稳定真正大。天白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地做伴。咱着孝顺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的艰难变真欢喜，烦恼变福气。一定甲因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乐归声一声，无地白拢总三角欢喜，一定甲因带咱。一定甲因带，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乐归声一声，无地白拢总三角欢喜。拢总三角欢喜。咱将歌声归于阿爸爸上帝，咱来领受上帝恩典、上帝祝福。咱要过着得胜的生活，咱要开嘴来学了来宣告，毋望能力拢以主耶稣的名，互咱分别来做成信心。信心看见流难与密之地，信心跟随你主我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到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向神的宣告。平安是别人甲咱抢袂去的，咱是用来宣告，咱是有毋望的人。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你主我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
前，得胜又得胜。来宣告盼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等神的宣告。盼望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等神的宣起来宣告盼告。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等神的宣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告，这是我等神的宣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感谢主，主是咱至好的朋友。虽然咱会拄着不如意、无顺境的时阵，拄着试炼，拄着环境四面楚歌的时阵，咱是不是会当用安静来恳求圣神甲咱支持，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圣神感动咱有智慧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伫遐坐以待毙，咱来吟这首，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苦难，咱的负责拢是无共的。咱来背这个十字架，咱来时常来宣告，咱来时常来祈祷。虽然面对难题，咱有软弱的时，咱嘛有心智软弱、身体艰苦的时，咱嘛有工作压力的时，咱嘛有经济压力的时，咱嘛有家庭无和的时阵，咱甲开始甲主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有够野的气力、勇敢、有智慧，经过这的试炼，要来真做祝福。主，我感谢你，咱再来学了，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咱来祈祷。当你唱这条歌的时阵，你的感想是安怎？你是不是有苦难的时阵，你愿意来面对，用主耶稣你的快乐来面对？咱开始来祈祷，咱来宣告，主是咱最大的倚靠。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主是你一生最大的帮助。主啊，主耶稣，阮伫你面前，阮要来承认阮的不足，阮感谢你对阮一生的帮助。虽然阮面对有时有失志的时阵，阮嘛有忧伤的时阵，阮嘛有流目屎的时阵，阮嘛有心有力不足的时阵，阮嘛有身体痛痛无人知的时阵。但是阮爱更加抓条上帝你，抓条主耶稣你，我们宣告，我们用主你的喜乐平安来面对，我们用娱乐，搁再娱乐，用开阔的心智，带着主你予阮的信心，毋望积极的心智来得到圣灵的生活。我们要伫困境中来经历着主耶稣你的疼，愿献出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环境，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的力，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这些的对，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这些的我来祝福你，你嘛来祝福我，是笑容的祝福，嘛是平安的祝福。上帝赏赐福气，互咱的恩典是满满的。咱做来娱乐，我来祝福你。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笑容，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人无搁受灾害，上帝赏赐福气，予人恩典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他，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感谢主赐喜乐我。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变成上帝甲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人无搁受灾害，上帝
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拼命，上帝甲咱拼命，上帝甲咱拼命。咱做来感谢主啊！阮感谢你，阮时常来领受到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但是阮时常袂记你来替别人来祝福。恳求圣神时常来提醒阮会当掠基督的心做心，愿意来牺牲家己。愿恳求圣神来牵起着阮的心，因为阮是有罪的人。今仔日我们甲主力同坐道，阮一届来孝念你，会为阮来陪命。主，你的听是白白来赏赐予阮的，搁一届来提醒。阮是上帝的囝儿，阮是分别做圣的。阮的性命是主你用重价来，阮得到自由，互阮得到讨办，互阮得到完全，互阮有一粒清洁的心，搁来就近你，搁较亲近你。愿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体验上帝的话，启文59篇罗马书第8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相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会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正义的人袂比较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毋过伊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才那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看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讯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因敢真正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请信歌队来学了，今仔日的诗歌是学奇妙一大显现。
感谢圣歌队学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彼得后书1章30到11节。我用亚克力本来共读。彼得后书1章3节，因为上帝的权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咱。对伫身在迄个用家己的灵光甲好德吊咱的，对遮个已经有宝贝甲极大的应允赏赐咱，要互恁对遮个应允脱离世间对私欲所致的败坏，得到有份伫上帝的性情。为着安尼，恁着建立温群，伫恁的性加添好德，伫好德加添知识，伫知识加添准则，伫准则加添吞忍，伫吞忍加添敬虔，伫敬虔加添疼兄弟，伫疼兄弟加添疼众人。因为恁若有遮个教义充满，就要互恁伫身在咱的主耶稣基督无伫贫大无价值。因为无遮个人着凄迷，只有看近近，已经袂记得以前会做有洗清。兄弟啊，所以着搁较殷勤来坚固恁的受造、受敬，因为恁诚正的就永远袂滑倒，是对安尼要大大赏赐恁离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伫地的国。咱请牧师来进道，今仔的题目是主所喜悦的好工人形象4。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这个一摆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你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是主的学生。佮伊讲，咱拢是上帝所赐福的。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阮的上帝，阮何等感谢主你，你赏赐阮，互阮会当三甲自责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相信你是赏赐，嘛是收回的主宰。若无你性命赏赐，阮是何等的软弱甲无助。总是阮嘛要恳求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引带阮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互阮学习谦卑来顺服主你的话语所要对阮所交托的使命的工课。
愿上帝你嘛帮助阮，用一粒愿意顺服的生命，伫这个世间上为主你所托付的使命，传扬福音，来造就最失丧的灵魂。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也互阮认真来实践，什么是结果子的生命。主，阮相信，这是阮一生的中间，虽然生命有软弱有不足，但总是当阮愿意学习，专心仰望主你的时，阮相信你也要成做阮的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乃是要学习认定上帝你是掌权生命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你的话语里面经历你、认识你，充满主你的灵，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咱搁一遍伫主的面头前，做伙来宣告讲：主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智慧和亮光。我们再次宣告，上帝他能够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上帝他会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上帝第三个那个 PPT 要点选一下。好，我们再次宣告：我的心当安静学习等候上帝的带领。我的心当安静学习等候主上帝的引领。牧师为什么会比较多哈？这几堂会比较多用华语哈来传讲信息哈。那因为牧师非常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那因为刚好这几个礼拜我们的李欣弟兄哈，因为他是从中国那边过来，那他在什么时候就要回去？下个礼拜吗？还不确定哈，所以我们也很高兴他能够在这几个礼拜跟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话语。所以牧师期待我们大家用一个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那牧师会用华语跟台语交杂当中来讲哈，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今天呢，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都必须要认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就好像我是我的孩子泽恩、穆恩、宇恩、乔恩的父亲一样。如果我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得着我的喜悦，你觉得他想要什么我就会给他吗？应该是不太会了哈。你做父母亲的，如果你的孩子他都什么都不听话，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想要限定他，甚至要求他，期待他能够做一些改变。所以，当我咧想讲，当咱真做一个信徒，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咧常常思考，到底咱要安怎真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咱拢咧常常爱做代志嘛，对不？为着你家己的生命来活，你常常伫生活中，你咧做什么工课？你咧做的工课是为着你家己，还是为着上帝来咧做的？当然，你会讲。我都唔捌这个上帝啊！我当然是为我家己先做啊。但是跟你边仔兄弟姊妹讲，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要为主而活。你的生命要为主而活，不容易哦，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的第二讲。我们要如何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这个性情如果没有被坚固，你若无被坚固的性情、脾气、个性。你无法度通听会落牧师甲咱讲的，要安怎对主的脚步来行？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因为通常咱的生命常常有无相款的境遇，有无相款的困难，甚至有无相款让你感觉绝望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在危急、患难，甚至失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去等候神，所以这句话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听到，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到底在等什么？基督徒到底在等什么？好，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等候，
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好好注意听牧师讲的，好好注意听哈，因为今天牧师其实也在祷告当中领受很多，真的性情、脾气、个性要如何兼顾，我就是跟着主来走，真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等候神容易吗？我们来想看看这个问题，等候神容易吗？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但是你会觉得等候神怎么做？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很多信徒往往是认为说啊，我到底是要花几个小时、几分钟祷告就可以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呢，这不是等候呢，不见得是等候呢。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会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先怎么样？安静自己的心。哦，我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恬静自己的灵。你主的面头前，因为你要慢慢的去等候神要对你说的话。我一天当中认识神多少，经历了神多少？如果你没有安静自己，你的祷告往往只是为自己而求。所以归魂经，我每天花几分钟、几小时来祷告，安静自己，这叫等候神吗？还不见得哦。好，第二个，有些人他是认为我反正坐着也在等候神，躺着也在等候神，我不晓得啦哈。我不知道你怎么等候神啊，但是或许有可能。我记得我的孩子说：“来哦，爸爸。”他说：“爸爸来祷告。”可是他们就好累，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吗？他们说躺着，好躺着，爸爸来祷告。你们给我起来！这不是等候神。我们跟神祷告要亲近神，要预备好。所以你到底是坐咧等候上帝，还是倒咧咧等候上帝，还是咧安怎？还是 PPT？还是你是咧看电视咧等候上帝 ？PPT，Hello， 下一页哈，宕机哈，好，平常时你是倒咧看着咧等候上帝，还是坐咧看电视等候上帝？甚至或是你是在看电视的中间？甚至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在听候上帝，这几项代志拢是值得咱来思考的代志。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往往都是在这种生活当中在等候神，往往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什么是上帝真实的存在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哎呦，兄弟爱听候呢，上帝也会等候哦。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我们的生命，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哦，原来等候神是有福气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因为耶和华他在等啊，等什么？他等着要给我们祝福哦。跟我们弟兄姐妹旁边的人说一下，你是有福的。这个福气要怎么来？这怎么来？他说什么？上帝要先怜悯你们，为什么要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犯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时常要在上帝面前。为什么我们等候神？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先认罪悔改，就是这个。我们等着先主啊，怜悯我，我在一整天里面我得罪你的，亏欠你的，求你赦免我。主啊，我需要你。在我生活周遭，我需要哪些资源？我们开始讲了，好，因为你要讲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先认罪悔改。到底你一天当中你得罪神多少，亏欠神多少？你在做哪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最后他说，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是听好兄弟是有福的？要安怎做？怎么做？除了认罪悔改，还可以怎么做？剩一个 PPT。这个可能需要，请帮我把那一些有不必要的可能影片还是什么把它关掉。好，没有好，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哈。好 ，OK， 那耶利米哀歌哈，那请我们同工哈，可以帮我播放到那个下一张图片哈。耶利米哀歌3章25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往回不是往前哦。
来，我放就好了。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意思就是说，等候神的，他的心里面要怎么样？要会寻求神啊！唔听好，唔是他多我咧讲的，你坐在遐倒咧啊！哦，啊，反正我看顺其自然。你有听过有信徒讲无？顺其自然就好啦。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唔通顺其自然。哎，信用唔是顺其自然啊，信用是你爱去敲吹。如果信仰你没有去追求，这个信仰顺其自然，唔知你安怎死的，唔知你安怎得罪上帝，唔知你到底亏欠上帝什么呢？所以兄弟姊妹，心内若追求伊的耶和华，他必施恩给他。所以我们从这两段圣经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等候神重不重要？重要。心里要不要寻求？也要。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他们那么爱祷告？是因为他们在等候神，甚至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慕，期待能够跟神建立非常好的关系。但是有人就会说啦，那等候神既然这么困难，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我告诉各位，大部分听候上帝上困难的，通常是啥？心内底感觉状态无介平安的时阵，真正哦，迄当时就是听候上帝上困难。你有感觉无？哇，这个病唔知影困扰我偌久，你敢知？我还记得牧师在车祸之后，有躺在，真的都是躺在床上包含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躺在家里面，每次只要起来就开始流脑髓液，然后下床做什么事情就会开始流脑髓液就会怕，因为会流这个脑髓液它就容易感染，所以只要一感染就是脑膜炎，所以那是很恐怖。你不要以为感觉好像是流鼻水啊，所以我们全家人都经历过。你知道那种困难，你会发现生命真的就像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等候神，往往是在水深火热当中在等候神。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属咧做兵的时阵，迄当时我做伙房兵，我期待讲有机会服务，然后做更较侪无同款的代志，互我会当升做士官。然后我期待讲，我每个月领的钱会较济，所以我做期待，甚至我开始咧憔悴，我很渴慕，我期待有机会当兵也要当官呢、我有这种渴慕，所以我就虽然我是只是一个义务役的士兵，可是我觉得义务役还可以有机会当官，那我一定要努力。可是当我在努力的过程，我发现我的同才甚至我的学长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管教我，而且会让我感觉到我是被排挤的。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跟神求，我说主啊，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我的伙房兵的学长说他已经快要退伍了，他说没问题啦，你应该做得不错，应该可以啊。可是结果他退伍了，没有人关照了。我开始觉得，到底上帝啊，你在哪里？我等候神，等不到。可是，在那过程当中，1年过后，我竟然就可以直接到了宪兵里面的那个叫做张老师专线，就是康老师专线，就是心辅，专门负责不当管教的辅导。我发现上帝让我的身份重新定位在一个等候神、上帝要祝福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你知道那多么好吗？好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虽然每天都要看到一些不当管教、可能自杀的他们那些死亡照片，可是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神啊，你既然要呼召我做你的仆人，你就要让我从这些人生命里面开始学习，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人在水深火热里面，要不要等候神？要。可是水深火热当中，会不会让你离开神？也会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一种等候神，还有一种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下一页。又开始当了哈。千钧一发的时候，什么时阵？千钧一发的时候等候神。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呢，跟着父亲出去外面工作暗时风雨交加，落雨落个足大，等迄水，迄头前跟他做深的水，我的爸爸就停在那里，然后叫我跟我堂哥就下车，然后去到镇里面去找这个电话打电话请教会的牧师开福音车来去那边接我们。
我当时候在那风雨交加哦，闪电哦，然后还要跑着，哇，也没有雨伞哦，也没有雨衣哦，我就觉得哇，我敢雄雄还怕这单位，我然后叫等死啊，哇，一生都不一样的哈。千钧一发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个？也一定会有，可能骑着机车，可能刚好没有了，你会觉得怎么办？我做这时阵，让你感觉不可思议的时阵，大祸临头的时候，要等候神。各位弟兄姐妹，2年多前，2021年，台湾每一个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一个生命的功课。有可能咱是不是念对了？所以兄弟姐妹，大祸临头的时候，要不要等候神？要。上帝让我们，很奇妙，台湾竟然能够这个站稳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这就是上帝让我们一个小小的、微小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重新去认识到我们身份的价值。跟你边兄弟姊妹讲，你也当真做台湾人非常好。再跟他说，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更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管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下，只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以色列啊，你为何说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创造的生命体，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世界上说没有他不行。要记得，圣经里面说，少年人都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的生命都会面对死亡，没有人可以说他可以永远活着了。各位弟兄姐妹，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牧师讲那么多，跟我们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你有发现牧师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什么？等候神。各位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工人，你必须要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可是这个坚固的性情，必须要先学习一个正确的态度，等候神。等候神的心情，有些时候在预备，在整个时间上，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做了时间的啦，到底我要爱我等到当时呀？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的指挥玉成他已经回到台湾，他考完试他跟牧师分享，牧师，我从这一次的经历里面，真的认识到，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办法。他自己开始发现，他要开始完全去调整他的脚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很多时候你要如何等候神？我告诉他，你等候神，好好祷告，看上帝怎么为你预备前面的道路。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经里面说，诗篇27篇14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会不会急呀？你会急的，会不会足急的啦？加一天你加煎熬的啦，你若想着讲紧的，这日子紧过去，我来讲，我在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赶快出来工作，我不想念书，我也很想要赶快工作，因为可以赶快工作，可以赶快赚到钱啊。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学生，为什么他们不想念书？他们就是想赚钱。他们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想赚钱，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可是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愿意陪伴他们，跟他们分享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陪伴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兄弟姊妹会记得，找工课会记得。会不会找工作？会不会？心如，你刚出来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
会不会急？会嘛，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急。1个月没有回应，还可以，现在手边还有一些钱。2个月后没有回应，好像又没有，快空了呢，又没有人聘请，怎么办？第1个月还可以自我安慰度过，第2个月、3个月、2、3个月后，你会开始焦虑。6个月后，你还撑得下去吗？度日如年呐、你有听过这句话吗？各位弟兄姐妹，等候神真的不容易，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很浪费时间，因为它会让消耗你的能量。各位弟兄姐妹，婚姻找对象会不会让你学习更多等候神？更不会。很多时候，你们知道吗？如果你还22岁的时候，没关系。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都交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觉得很急耶。每次在团契里面聚会的时候，他说：“委员，你现在期待什么？需要什么代祷？”我期待能够上帝为我预备一个女朋友。那个时候就在想，可是那个时候还好，人家就说没关系啦，不用急啦。22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呢，人家问了，当然迄东西无输高啊济哦，人讲你免急啊，你忙个高啊啦。有的人是讲啥？28岁的时候，好像不太妙哦，你还没有对象哦。35岁呢？没希望啊！上帝给我独生的恩赐。我告诉各位，牧师没有要说什么样的状态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要等候神。即便是你要关怀，你要付出行动的来祝福人，你也要学习等候，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够祝福人，没有，要等候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等候神，你要壮胆的心志，要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培养一个等候坚固的性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等候神，它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数算生命的价值。一个不会数算生命的价值，就像什么？有人他花5分钟，5分爱上帝，可是他的生命也花6分在埋怨上帝。你有没有想过，你花了5分钟爱上帝，可是你又花了6分钟埋怨上帝？到底是爱上帝多还是埋怨上帝多？埋怨较多嘛。埋怨较多，请问你的性情会较好吗？会比较好吗？不，绝对不会。爱了解不？甚至有些人他在台面上服侍神，他在台面下说教会的坏话，有没有？有啊。请问你的性情会坚固吗？你的生命会受到更大的祝福吗？不容易。甚至有些人很简单讲，有人建造教会盖了1公尺，可是他拆毁了2公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一起建造教会，一定要坚固的性情。你的性情不通黑白改变，什么改变？好的不通黑白变，歹的就安怎？就爱改变。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有一个好的性情，有分的性情。这就是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章，彼得后书第1章30到40内底，甲咱讲起，说上帝的关联，上帝关联，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赐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一切的生命跟金钱的事情是透过谁？透过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这是在第3节里面讲到的。他又说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已经将那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是什么？是要我们能够脱离世上的情欲跟败坏，就得与跟上帝的性情有份了。你有了解吧？所以他都我有讲哦，如果你平常时在听候上帝你在听候上帝，常常是在看电视的较侪，看圣经较少的。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一个听候上帝的人。有了解吧？所以如果你在做的代志是，你为着家己的代志做较侪，但是你甲上帝关系是较少的，你无意识到这项代志的时阵，会记得，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是等候神的人。你有了解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牧师花很多时间在预备我的讲章，甚至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期待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跟上帝的性情、他的个性、他的脾气，跟上帝的性情是有份的、有关联的啦。所以这就是应许的目的。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告诉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成为磐石，我们的生命也要像彼得一样，像磐石一样坚固教会。阿们。大桥教会要强盛，不是很厉害的牧师，也不是什么人很厉害，也不是教会有非常多的资源，不是。重要的是这里面有一群性情是坚固的基督徒。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根基要像石头一样、磐石一样，是坚固的、不动摇的。甚至教会，来下一页。牧师要鼓励我们的音控同工，在我们的一些播放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你们一定要持守的心，不要在那边要专注哦。会有这些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牧师期待你们一定要专注，预备的心来使用操作，神才会祝福。第二个，轻浮。如果你的性情、你的生命是会很容易改变的，甚至你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没有办法承接上帝国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性情要非常可靠。看一下旁边的弟兄姐妹该看一下，你可以信任他吗？你告诉他，跟他讲，我可以信任你吗？我可以相信你吗？我可以信任你吗？各位弟兄姐妹，当每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待会我们会互相请安的时候，互相问候的时候，从你的脸上，或许你没有跟他说很多话，但是要从你的表情、从你的眼睛、从你的笑容，就要带给他，你是一个可靠的。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后书第1章5到7节说了几个重要的，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培养出坚固性情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哪些？好，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有了什么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加上什么。其实原文里面它并不是指这个，它不是逐一加上去的，不是一定要这个之后才有这个。可是它在整个的文法上面是有这个意思啦。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了解看看。信心，我觉得信心它是所有的属灵事物里面的一个入门先决条件，都需要信心。不管你信任哪一个政治领袖，不管你信任哪一个领袖，都需要有信心，对不对？那这个信心就是从心里面的，在属灵方面的一种入门先决条件。有了信心，必须要加上德性，这个德性代表是真实信心的实际能力。如果你没有实际的真实的信心，我告诉你，你的品格、你的这个德性绝对不会有根，没有根人听你恭维听你讲话就大概知道你讲的不是真实的啦。所以人家也感受不到你的信心，你讲这句话的可靠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真实的信心必须要带出好的这个德性必须要有真实的信心。好，第二个，有德性必须要有什么？还有知识。什么知识？知识代表的是有信心跟品德，有好的德性，妥善谨慎的运用。注意信心跟品德，信心跟德性要有妥善的运用，才能够有真实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在世上不是所有的人读的很高的学历，他一定有好的知识。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在于你怎么妥善的运用你的心里面所知道的事情，信心嘛，得着的东西，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善加运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人说曾经跟我讲说，牧师你会教吉他，可是我看你好像弹得也没有多好。我说对啊，可是我很喜欢教我就是会教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那个子安我们弟兄子安他也很会教呢，现在我不用去教，都是他在教
会去陪伴一些有想要学吉他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信心跟他的德性，他学习到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知识就在他里面，他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了知识，还要必须要有节制。节制是一种自制的能力。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之前某事有考咱讲过，一个做主的好工人，咱必须要有啥？约束什么？要有受苦的心志，有无？受苦的心志要安怎做？咱拢知影受苦最重要。教导囡仔的爱好好的学习，好好认真的受，好像很困难。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受苦的心志，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真正心里面所想的，真的跟我身体去做的要一致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节制，还必须要有忍耐。在艰难和困难当中，你要锲而不舍，而且坚持到底的忍耐的心。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积极的，这是主动的，这是要很久的忍耐。有了忍耐，还必须要什么？敬虔，要有前进。圣经里面这个前进，代表的是敬畏上帝的心所产生的态度啊。我跟讲一遍哦，敬畏上帝，我们都知道很重要，对不对？好，这个心我们都有，可是你有没有这种态度？有的人敬畏上帝，他一来教会，他知道敬畏上帝。我有来啊，因为我知道要敬畏上帝啊。他来到教会，请牵拖，会使不？你得看得出来，那个态度方法，所以生活就不太对了。所以态度跟生活必须要真实的，有那种敬畏上帝的好的态度。那才是真正的敬虔。有好的敬虔，还必须要怎么样？来下一页哈，爱弟兄的心呢？好，帮我切换哈。爱弟兄的心是什么？骨肉亲情有爱，有朋友的爱。你有没有朋友的爱啊？有，我们都有。圣经里面约翰一书4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用华语来读。来，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爱弟兄。很奇怪哦，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讨厌的人？会不会啦？有没有可能？不？你看，慧娟姐直接就讲出来，我告诉你，真的，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小型社会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互相彼此喜爱。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连这样的一个弟兄或姐妹，你没有办法爱他，那你没有办法告诉我你是真的爱上帝。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这个说谎的是前面这个我爱上帝是说谎的，爱了解不？所以让他了解，爱上帝的人会蒙福嘛，会祝福嘛。可是我们对弟兄姐妹却爱不下去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牧师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对待这些不爱念书的孩子，或者是行为偏差的孩子进入教会，你必须要你对他要产生什么？产生要怎样？要爱他还是排斥他？要爱他呢？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教会，这个教会你不要去了。我坦白跟你讲，如果一个自微小的人，他不是一般人都喜欢的，连这样的人你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教会，这种教会你千万不要去，懂了吗？教会一定可以安全，因为我相信教会是上帝的殿，教会有一群性情坚固的百姓。各位弟兄姐妹，爱弟兄的心，最后彼得后书1章第7节里面说，还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下一页，爱众人的心，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爱是怎样？他最后讲的那一句话，爱是怎样？永不止息呀！不管安怎，我们就是要给他听，爱他到底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种舍己无私的，我们要知道，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人的特性是由上而下的。什么是上而下？
做父母亲的、做领袖的，我们就是要怎么样？由上面而下去哦。你忙想讲哦，这个囡仔我也不好好给管教哦，可是这个孩子哦，他总是说爸爸妈妈都不爱我。后影我该听个安尼，伊较无要听我。我的囡仔吼安怎行为，安怎我偏差，安怎，讲的一大堆。可是我要告诉你哦，由上而下，就是说，只要你是做父母亲的，你一定要先学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孙子，爱你身边年纪比你小的，身份地位比你弱的，在你的工作合场里面，如果有你的下属，有你的朋友，他的位阶是比你还小的，你都要爱他。由里到外，我们爱人不是由外到里，什么是意思？你别看伊吼，穿甲足水吼，伊袂歹，一个真有才调，我来看这个人做朋友。但是对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就是破破啊，这种人我不想要跟他多接触。各位弟兄姐妹，爱人不是从外到里面，而是要从里面去爱。告诉各位，在爱人，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需要渴慕被爱。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期待你得到我的爱。哎呀，爱人真的啊，我牧师每次接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样子的人，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这个牧者，但是我都是学习要去爱你。所以这个不容易，但是神也是这样教导我。各位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必须要殷勤啊。今天我们的圣经节里面，从头到尾都有讲到殷勤的工作。殷勤，固然你要努力，固然会当互你的灵性生命、属灵的生命安怎有积蓄，能够致富。这个致富是属灵生命的致富，是生命的财产。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致富，这个殷勤的结果会帮助你属灵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穆迪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著名的布道家说过一句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好，懒惰的人得救，不是不是要讲你的性情，你今麦可能是一个安尼看起来无男无女的人，你就袂得救。我不是要跟你讲得救的代志，我要跟你讲的是，如果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如何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什么是得救的人？他一定要做一个渴慕真理，他要能够渴慕与神亲近的人，他就是殷勤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会渴慕神，他不会渴慕他的生命改变，他不会期待他的家庭改变，反正就这样就好了啦，反正我活到这个年纪了也不能再说什么做什么了。我告诉各位，这种心情，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我们知道一磅的蜂蜜大概有人家有调查出可以需要7000粒的糖组合，7000粒的糖差不多，蜜蜂它必须要采集62000朵花心来采集，它必须要访问花朵270万次，意思就是说270万次里面，不见得每一次都会采集到应该有的花蜜。在过程当中呢，蜜蜂来来去去一去一返必须飞过的路程大约500万英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些蜜蜂他们所采集的蜂蜜，他们吃得到吗？我告诉各位，他们都没有吃到，可是他们就是这么努力在生活。你有感觉咱人真特别不？一生为着人生的生活、工作、乐乐、憔悴，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有得到还无得到。但是有一项代志，圣经甲咱讲起，咱来温存、骨力，伫上帝今仔日所教导咱会当甲上帝性情有关系，这几项要紧的代志。你爱安怎？你爱学习、操练你的信心、品格、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疼兄弟姊妹，甚至疼正人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就要学习。彼得后书第1章8节到第9节安尼讲：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面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会结果子？很简单，这个道理应该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办法结果实？因为我们闲懒不想渴慕神。渴慕神不单单只有敬拜上帝，渴慕神不单单只有你来敬拜神来聚会，更重要的是牧师期待你的生命真正去渴慕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了。他只看见眼前的事情，忘记了他过去他的生命被上帝拯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吗？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生命要如何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为上帝而活。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死后复活，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所有的门徒知道，这是真的，我是真的复活了，你们不要再存在那个我还在死亡当中，我是重生的，我是复活的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重生了吗？你的生命重生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圣经教导我们，应当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行了这几样，永不失脚。失脚代表的是台语讲，你若行这个，就永远袂跋倒。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必然叫你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有人问我说，牧师，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天国吗？这个天国就是这个啦，救主耶稣永远的国啊。什么国？你知道丰丰富富在这个当时候希腊人非常喜欢用的这句话，丰丰富富他们用在什么地方？在奥林匹克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得胜者胜利的人回家之后所得到的欢迎啊，哇，棒赞！你们想不想得到那个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个天使还有我们的亲人说赞！你在世间的年日世上的年日非常用心，赞！热情丰丰富富的赞美祝福，哇，好棒！你们想得着吗？想得着吗？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要各位弟兄姐妹，进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殷勤的生命态度，你才有办法培养出对主的爱、信心，还有传福音的使命。这个坚定的性情，我们相信，期待今天牧师所分享的，不是要打击各位的信心，乃是要更多让各位提醒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学习用好的方法、对的方法。我们的学生他最近开始在认真学习英文了。好，牧师就问了他以后，发现最重要，他英文学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文法学不好，真的很多东西都要死背所以他怎么背，他花的时间都要比别人多。如果他的时间花的没有比别人多，请问他的英文会好吗？那就更难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根基很重要。基督徒如果没有努力、殷勤的在我们的生命本质上如何跟上帝的性情有份，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信心，好，接下来是什么？德性，接下来是什么？知识，接下来呢？节制，接下来呢？忍耐，接下来呢？前进，接下来呢？爱弟兄的心，接下来呢？爱众人的心。这几项就是告诉我们用信心所应当要有的培养的生命的功课。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品质能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得主的欢喜。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听人祷告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用你宝贵救人灵魂生命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要我们的生命能够从此来得着稳固，有平安的力量来为主你而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培养出感谢主的心，学习与主你一同有性，在与主你有份的性情上面，来培养我们的生命功课。我们需要对主你有更多的信心，我们也需要实践信心的好德性，来活出信心好品性的知识，在知识当中成长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更多愿意委身的生命，在节制里面学习忍耐、敬虔的功课，在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到什么是真实信仰的价值观。我们相信，这也就是我们真实领受到福音的人应当得着的丰富恩典的智慧。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你的义上的内底，常常跟对主，学习主你的话语所要启示的真理。恳求上帝你赏赐我们智慧，培养我们，带出坚固的性情，继续为主你来做美好的生命干净。主啊，愿你顾守我们所听的满足姊妹，在明仔日伊也要接受心导管的手术。我们相信这是主你透过有智慧的医疗团队、生命的天使，要带给他生命的拯救的福音。恳求主，你也将平安的心放在所有的医疗团队里面，帮助所有关心为满足姐代祷的亲人朋友身上。我们也恳求神赐福在我们当中，有需要帮助的，有需要关怀的，有需要主你安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恳求神将你的平安赏赐于他们。愿主你赐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让他们的生命每天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唱圣餐我们一起来守圣餐。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来唱圣诗364首，吃这个饼，啉这个杯，咱来比班。我们今天要一起与主同桌，这回来行这个平安这个圣礼典。要紧的是，咱跟耶稣基督会当同坐在中间，去孝念纪念耶稣，他怎么在最后人生的时候，他带领着门徒一起认识他人生重要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咱坐咧饮的很好，我们坐着唱。吃这饼，啉这杯，就跟我的因为歌谣。吃这饼，啉这杯，心靠我的因为嘴角。咱再来吟一遍，来。吃这饼，啉这杯，就是我的因为歌谣歌。吃这饼，啉这杯，心靠我的因为嘴角。弟兄兄弟姊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于伊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咱就注意来听主的话。安尼讲，恁建立着我担当大，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
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昏迷，有提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就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即个时，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主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同工。这饼，饮这杯，就管我的因为个要个。咱伫咧备办心的过程的中间，咱学习来思考，伫咱甲主的关系内底，咱要安怎样亲像一个主所欢喜的好工人，继续为主来活。为主来做欢喜的事。这饼，饮这杯，就管我的永袂个要个。这饼，饮这杯，胜过我的永袂吹干。酸民的空也这么难，总是这是对天顶来的美妙。这饼，饮这杯，就管我的永袂个要个。这饼，饮这杯，胜过我的永袂吹干。饮这杯，就管我的永袂个要个。吃这饼，饮这杯，是可我的永袂吹干。毋知敢有人你已经洗礼，你已经更新礼，你已经决志洗礼了后，你有无克着的无？这是咱会当做伙甲主同坐倒要紧的时刻。邀请咱做伙伫安静的中间来孝念主。如果你若有心有意爱，想要继续会当甲咱做伙甲主同坐倒的中间来跟对主学习来孝念伊的。咱拢会当做伙伫决志的洗礼中间，咱做伙同心来领受。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同工。多谢。咱会当做伙来吟诗，亲像这首歌的歌词所讲，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近上帝的人，亲近主的人，永远不会饿。这个饿是属灵生命的粮食。当你亲近他，学习来跟随主，你的生命得着生命的祝福。手困我的眼袂搁遥个，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眼袂醉倒。咱若用心领受这饼。就地永远我命，吃这饼，饮这杯，手困我的眼袂搁遥个，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眼袂醉倒，伊当我命面流，是地白对天所收拾。吃这饼，饮这杯。手困我的眼袂搁遥个，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眼袂醉倒。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大家三甲彼得，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全心感谢那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有极大的爱，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作为培养我们灵魂生命最好的食物。我们也明白你欢喜我们，喜爱我们，疼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是属神圣子奥妙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属神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你国度永远的后裔。我们主上帝，我们谦卑恳求你，让我们生命能够再一次奉献我们本身在主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欢喜接纳我们，继续用你的慈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做那美好圣洁的交通，与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对此以后，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圣诗177首，这是从新出发的日子。小人重新准备奉献。请起立。主求你感恩，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加求你赐福你所行的人，让主你主爱永远不离。咱来做了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享受甲收回的主权。伊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即马，咱大家来讲道，请献开主宝。咱来为着咱的家己的灵性的造就，甲咱的教会来同心献出阮的祈祷。主，阮的上帝，愿你相信阮的顶间，帮助伫阮每一个信徒，人间。教会每一个大大小小，拢伫上帝你的面前，愿常常委身顺服，伫主上帝你的智慧的话语的中间，奉献阮本身的生命，以起造教会、建造生命家庭的中间，做主你福音的工人。我相信上帝你找阮诚做上帝你的囝儿，阮会常常为着教会的需要来献上阮的恳求。对上帝，你嘛保障，享受贵咱伫上帝你的圣会的工作，特别伫教会兴化的顶面，阮需要更较侪有机会会当参与，
关怀大桥教会建造工会，求上帝赐福阮的教会，真侪宣教传扬福音，灵性造就，拢会当总比，会当受到高贵助力信心、信仰与信徒的教会。求上帝你赐福每一个信徒同心合意来起造传扬福音，操练陪伴归心、陪伴需要的人的教会。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的赏赐，阮感谢你的恩赐，阮感谢你的带领。主啊，当阮为着阮的信徒的灵性造就，来向你献上阮的祈祷。主，阮恳求你恩赐。主，阮恳求你的带领，因为你知，阮软者，阮有足侪的不足，阮有足侪的欠缺，阮需要你的恩赐，阮需要你的带领，阮嘛需要你的教导，来互阮的所行所做，拢合伫你的心意。主啊，阮嘛为着阮的教会的复兴来祈祷。主啊，求你恩赐带领阮的服侍。互阮会当有搁较侪智慧来行来做。主啊，我嘛为着阮的教会即摆的青年，即摆的活动来祈祷。主啊，阮有足侪欠缺。主啊，阮即摆无人。主，阮恳求你赐福，阮恳求你恩赐阮，互阮会当搁较有法度来带领人，佮来信靠你。主啊，我嘛为着阮的教会即摆的经济状况来祈祷。主啊，阮即摆搁咧建堂，搁咧募款。主，求你赐福。主，我嘛为着咱教会即摆的关怀的工作来代祷。主啊，求你赐福，互阮会当有搁较侪疼心。来听人，来引带人。主，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今仔我来报告，请咱掀开主报。咱下周的圣诞事奉人员，请家己来注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嘛，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第二点。请有意愿要来参与咱教会服侍的圣工的人，将酒杯内底的意愿单填写好了，交到1楼的交道道遐。咱会伫6月25号的拜日会后来进行咱的说明甲训练。即摆咱来读本主的经句，用台语甲法语拢读一遍。兄弟啊，所以着搁较温quyền来坚固恁的受敬，因为恁行遮的就永远袂滑倒。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后书1章10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吼！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真欢喜，甲你做。牧师，你遮补充报告，咱头拄有讲着讲咱手边吼，今日咱即个内页吼，咱的酒杯内页有一栏，即个叫做帮我放一下下一页哦 PPT。咱这回来看一段圣经在，好不好？好，来。彼得前书2章5节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侍奉主的。但是我们既然可以侍奉主，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也相信这个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做一个活石啦。迄生命是活的，好所以牧师嘛鼓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悟服侍你伫咱的身躯边这个牧师有做这个这最重要咱等下每一个人拢添一个啦写一个你的名，写一个你的名。为什么咱等下你家己等下你甲拆落来了，你甲伊拗起来，会记得咯？拗起来，楼骹的交台倒有一个箱你就甲伊落入去。细的箱会记得要拗起来。内底写你的名。我们有招待的，有移车招待的，那也有电梯带位的。那什么是电梯带位呢？我们未来有机会因为我们的3楼这边有些时候会有新朋友来，新朋友来有当时伊唔知要安怎坐，伊讲我是要安怎坐，会当坐倒。所以实际上我们门口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招待。那因为我们普遍大桥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有分配到的服事的人，其实工作分量或许不会很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牧师会期待有更多的人都可以来参与所以我们也有圣歌队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诗班唱得蛮好听的，你也想要学习，我们有非常好的老师能够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敬拜团也是一样，如果你也有想要学习不一样的乐器，我们也都很乐意来教导各位，一起来学习侍奉神。环境清洁这边做什么？环境清洁就是礼拜结束后，我们在礼拜结束后有些时候牧师都要收拾善后了不是说牧师不能做，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建构一个礼拜结束后，大家就一起把它物归原位。那把一些桌报啦收一收，然后让它干干净净的。那这样子，我们下一次，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互相帮忙。还有一个就是1楼，我们都会有一些垃圾桶还吃饭饱小组过后会有一些便当盒，那这些都是需要做清洁，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卫生环境卫生会更好。那我们后面也有影音控制今天牧师在讲道当中也会特别提醒，这些都是需要训练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开始就会，但是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垃圾清洁、私会，包含私会也是我们现在牧师觉得说私会不见得一定是长老执事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参与。因为我觉得他是侍奉神的，我相信他的心只要有预备，他也可以做得到。还有周间的探访，如果你礼拜天不好意思在人群里面，你觉得你喜欢探访关怀，像这个礼拜昨天牧师去有一位姐妹她是中华路教会那边她认识之前的牧师陈光明牧师，然后陈光明牧师就请这位姐妹来找我，然后他去关心他的朋友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得了胆囊癌。那他们在我们以前旧堂那边的一间在做西非路做西中的已经点迄头家一人专家来宾的是妈妈的胆囊癌，可是他的女儿已经信主了，小女儿信主了，所以他们的家庭非常的热情。牧师去的时候，我发现哇，很好，需要关怀，需要将这个福音带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牧师也非常高兴，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参与在关怀有需要你们的朋友身上。其实传福音不是说牧师把名单出来，我们就去关怀然后传福音给他，不是，单纯的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家人身上就可以传福音给他。还有我们的咖啡招待啦，3楼的这个代位，还有陪读同志工。那什么是陪读志工？有些人不会翻圣经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读经。那我们在礼拜会后，我们会有在咖啡招待的地方，我们也会一起分享。你可以邀请我们每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期待赞美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以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有，那牧师也蛮期待的。假如说你想要自愿来开始来做赞美操的这个召集人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就来执行。那牧师也会乐意我们跟这个里长这个他们那个建制里长以拢去活动中心。那我觉得活动中心那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在活动中心，每天早上我们就去那边，大家一起
带个赞美操，然后有来参与的李民哈，我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认识，然后一起在那边做个祝福祷告。那我觉得这个福音就可以传出去，非常棒的机会。那在我们的停车场也是需要清洁哦。哦，那啦有咧停车吼，这有拢知影吼，咱的迄停车格啊内底吼拢草啊哦，生草啊生个足侪啊毛垃圾哦，其实这拢是需要清洁，爱互看出讲这教会的所在拢是清气的吼。啊，所以请你会当甲填写，不管你爱无，不管你的时间安怎样，你拢写你意爱，啊，放伫祈祷中，放在祷告当中。那这个名单只有牧师会看，好，只有牧师跟长子同工，有需要的时候，最主要是牧师会看而已。好，那牧师会在有需要参与的服事上面，我们会私下邀请你。好，那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做训练呢？我们会做到的训练是在因为接下来我们7月份就会开始服事，但是你不用紧张，我们会在6月份的时候，甚至有需要会用到在7月，我们会再做培训，做事工的训练前的说明。好，那你不用紧张，我们会用2到3次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好，做到位，这样子哈。邀请各位能够一起配合一下，然后帮忙填写。那牧师在这边来介绍2位新朋友哈。第一位是郑玉珍，好，郑玉珍姐妹哦，好，欢迎你。她是丽美老师哈，她的朋友啦哈，同事，在学校同事吗？哦，欢迎你哦，也是老师嘛哈，是教英文的，哇，英文老师哦，好棒，有机会哈，我们有需要的可以跟英文老师哈请。要去美国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要为他祷告了哈，为玉珍祷告了哈。什么时候要去？8月啦哈。好，我们求神祝福他，让他在那边不是孤单一人，是有上帝与他同在哈。好，那另外一位是曾荣伟弟兄哈，欢迎你。你到底当姐姐母亲啦哈。本身怎么知道在网络上？是，盐城胡克勋，是。年轻的时候跑去台北全美教会，4年前到三华教会，因为儿女来这边来都上班，是。最近都会搬来这里。是，那所以你是第一次进入教会，你已经洗礼啊？早上就洗礼啊，哇，欢迎你哦，是，住在东桥那附近啊，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他荣伟弟兄，曾荣伟。待会我们请每一位新朋友掏一出来拢会当去楼骹1楼的所在嘛请咱的兄弟这个冲向小组有机会爱甲伊做招呼，咱等下伫楼骹会当啉一下咖啡啦。我们今天没有小组。今天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没有小组，但是我们在礼拜会后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在1楼的地方做交易哈。那么我们再次也欢迎那个玉成平安回国上个礼拜回国好，那也继续为他的前面道路祷告不管是他要创业，或者是他怎么规划他前面的路，真的需要更多智慧。那也求主保守他的心，安静自己，多祷告，经历神要为你预备的工作，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在学习当中，一起来认识神。那还有子安的朋友，对不对？来认识一下，那个叫上我袂记，俊明，对，俊明拍手欢迎他啦其实牧师很高兴俊明，因为俊明有好几次跟我们都会一起出去啦那今天其实他第1次参加我们的第2次参加我们主日聚会所以我们待会也可以招呼一下俊明还有这个荣伟，还有玉珍姐妹好，那这时候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彼此请安祝福，我们拱手就好了，拱手祝福彼此都要问候到，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
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咱做伙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用光归圣父上帝。当咱敬拜主的时，咱就将咱的生命归予主，学习来跟对主，将荣光归予咱的天父主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我们的生命将荣耀归给主，是用我们生命真实的行动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与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扶持、圣子的交通，让我们在神你的恩典当中领受神满满的恩典与赐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别倒。